一排平民跪喺森林入邊，雙手被綁住，槍口對住佢哋嘅頭頂。長官呢個時候講咗一句開火，槍聲呢即刻響起。呢個場景唔係虛構嘅，喺納粹德國統治嘅二戰期間，成千上萬嘅平凡人呢參與咗呢一場屠殺。好多猶太人唔係死喺毒氣室度，而係喺自己屋企附近呢被德國警察同埋士兵呢就地槍決。戰後審判嘅時候，呢啲劊子手好多都辯稱我只係奉命行事，但歷史學家後嚟發現真相遠比呢一句說話殘酷嘅。唔少普通嘅德國人呢，其實係自願參與呢一場殺戮嘅，明知係錯，點解仲要跟隨住邪惡嘅腳步呢？試諗下，平時呢，我哋都覺得自己係一個有良知、有判斷力嘅人，但如果你身處喺嗰個環境，面對要向無辜嘅人開槍，你大概都會話我死都唔會咁做。但現實同埋歷史一再證明再好嘅人一旦陷入某個處境呢，都可能做出難以想象嘅殘忍行為。今集呢，我想借住納粹德國嗰種令人心寒嘅惡去追問一個問題：點解人類會跟隨邪惡呢？推人落深淵嘅可能係環境，可能係群眾，亦都可能係連你自己都未必肯承認嘅某啲慣性。咁究竟嗰啲嘅力量係啲咩呢？要答呢個問題呢，我哋就要由一樣睇落最普通，實際上係最致命嘅機制開始，就係從眾啦。細個嘅時候，屋企長輩咧教我哋唔好有樣學樣，但一旦你真係企喺人海之中，四周圍嘅人做緊同一個動作，嗌緊同一種口號，你要保持清醒咧，其實好難嘅。納粹嘅年代，希特拉就係靠呢樣嘢咧去點燃群眾。每次咧喺紐倫堡開呢個萬人大會，希特拉一出場咧喺台上講嘢，台下咧就一大班人一齊舉起手行呢個納粹禮，一齊大聲嗌口號，嗰種嘅氣氛咧係足以令每一個人都熱血沸騰嘅。當你抬高手跟住十幾萬人一齊嗌嗰一刻，你會突然覺得自己唔再係孤零零嘅我，而係洪流入邊嘅一部分。大家都咁樣做，好快咧就變成咁樣先正常啦。咁樣先至啱。為咗唔想被踢出圈，唔想做嗰個突兀嘅人，你會好自然咁樣跟大隊。其實唔使去到戰爭嘅前線，香港自己都出現過好典型嘅大家一齊上悲劇。97年嘅秀茂坪同黨燒屍案呢，死者阿雞淨係得10幾歲啫。因為佢睇唔過眼，見到自己一個清潔工嘅朋友俾人蝦，勸佢咧報警，咁結果就俾一班同黨當佢咧出賣兄弟俾14個人咧喺單位入邊一齊輪流虐打致死，仲燒屍想毀屍滅跡。14個人係咪每個都係天生嘅惡魔呢？你諗下，當中會唔會有人中途其實係想停手呢？會唔會有人有一刻覺得喂夠啦？但係當你一抬頭見到其他人仲喺度笑，喺度起哄，諗更多嘅玩法，於是咧你又頂硬上再踢多兩腳。喺間屋入邊最大聲嘅唔係良心，而係嗰種你唔跟你就會被踢出局嘅氣氛。最後冇人呢敢第一個停手。聽落好沉重，但係其實同我哋日常生活咧好近嘅。學校有人霸凌啲弱小，你明知唔啱，但係見到全班都喺度笑，你又會陪住笑兩聲。或者係工作上，上司要求你做一啲違背道德嘅事，成間公司冇人出聲，你大概咧都唔敢單獨去反對。喺嗰刻，你心入邊會諗，人人都係咁，我又點敢唔跟呢？就係呢一種咧細細聲嘅自我懷疑令到原本清晰嘅是非線咧慢慢變得模糊。從眾往往唔係你覺得好邪惡，所以我要參與，而係你唔想俾人覺得你唔合群，你好多事好另類，於是咧你收起自己原本嘅判斷，跟住人行。好多時走向邪惡嘅第一步咧，都係呢一句算啦，跟住做啦。除咗身邊人嘅影響，權威嘅命令咧更加令人容易失去自我判斷。喺納粹時代，上至希特拉，下至一啲基層嘅軍官，都係絕對嘅權威象徵。人類咧由細就被教導要聽父母師長話，所以一旦有合法嘅權威落指令咧，好少人會夠膽去違抗嘅。
喺1961年啊，有一個心理學家米爾格拉姆啊，做咗一個震驚世界嘅實驗。受試者要求咧不斷電擊一個學生啊，作為懲罰。其實所謂嘅學生咧，只係一個演員嚟嘅啫，佢並冇真正受傷啊。隨住個電壓逐漸提高，呢個學生咧就扮喺度慘叫求饒。但係咧，實驗嘅主持人語氣好強硬咁樣去命令呢個受試者繼續落去。仲話出事我負責，結果啦，近2/3嘅人咧，最終將呢個電壓加到去最高嘅致命級數啊！呢個結果咧令人好心寒嘅。大多數平凡人只要咧有呢個權威撐腰，真係會傷害一啲無辜嘅同類。喺歷史入邊，盲目服從權威咧釀成嘅悲劇亦都屢見不鮮嘅。越戰期間，美軍嘅米萊村慘案入邊咧，士兵奉上級一聲令下，就掃射咗村內咧幾百個手無寸鐵嘅平民。佢哋為咗聽命行事咧，係完全冇懷疑過呢個命令嘅正當性。服從權威往往同呢個從眾心理咧係糾纏一齊嘅。如果淨係得你一個面對邪惡嘅命令，你或者咧都仲有勇氣去抗命。但係當你身處嘅組織文化就係嗰種上司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咁你要保持清醒咧就更加困難。喺納粹年代，德國人咧從細就喺學校被灌輸要崇拜領袖、忠於國家、憎恨敵人，加上軍隊式嘅紀律訓練，令到聽話變成一種反射式嘅動作。當服從被包裝成美德，個人嘅良知就會慢慢被閹割。結果啦，成千上萬嘅人默默咁樣執行一啲不義嘅命令，幾乎咧冇人會企出嚟質問一句點解。權威嘅力量係可以咧大到令成個群體都失去自我，做出平時絕對唔會做嘅事。不過咧，故事去到呢度仲未完，就算你心入邊仲隱約覺得好似唔多啱，但係喺你想退出嗰陣，仲有另一個機制咧會幫你去安撫自己，推你再行前多幾步。呢個咧就係責任分散。人做錯事嗰陣咧，良心通常都會彈出嚟去質問你咁做係咪唔啱呢？但如果啦有方法令到你相信呢件事唔係淨係得你一個造成嘅，咁你嗰份內疚咧就可以減輕啦。當一宗罪惡係由好多人一齊做，每個人嘅責任感咧都會被沖淡，呢一種心理現象咧就叫責任分散。納粹嘅屠殺體系咧其實好精密嘅，每個人都只係負責屠殺過程嘅一小部分。前線士兵負責拉人，鐵路部門負責去運人，官僚負責簽文件。每一個參與者都覺得自己只係做好本分，好似冇直接去害人咁樣。呢一種集體分工就係將道德責任咧拆碎同埋稀釋，令到每個加害者都產生一種幻覺，唔關我事，我係無辜噶。呢一種人人有份、人人無責嘅感覺咧，喺香港最近咧都活生生上演過。大埔宏福苑大火，8座樓有7座被波及，死傷過百。本來咧只係一個維修工程，最後變成幾十年嚟最嚴重嘅火災之一。居民喺出事前已經擔心，曾經投訴過棚網容易着火，但一路咧都冇人踩實個掣去叫停啊！你可以幻想一下呢條責任鏈，最上層定指引嘅出守則嘅監管機構咧就會諗，文件已經寫咗要用阻燃棚網，我哋交代晒噶啦。而屋苑同埋法團管理公司佢哋就會話，我哋係按程序招標，揀咗有牌嘅承建商。承建商同埋工程顧問可能心諗，用料價錢啱位，成個行業大家都係咁做嘅。而去到最底層嘅工人只會覺得，我打份工啫，你俾咩料我咪點裝咯。每個人用程序正確，上面批咗，大家都係咁做，去安撫自己，成個系統咧就向深淵推前幾大步。呢度所講嘅惡唔一定係血淋淋嘅殘忍，而係一種慢慢變得冷漠、麻木，明知有風險都照做嘅心態。為咗保住自己、保住利益，就選擇咧集體都睇唔到。責任分散仲解釋咗點解當啲不義之事發生嘅時候，目擊嘅人越多，挺身而出嘅反而會越少。因為每個旁觀者都會諗，有其他人喺度，唔使我出手啦。結果大家咧都係無所作為。歷史上唔少嘅街頭暴行、欺凌事件，都係因為旁觀者各自退縮咧，最終釀成咧無可挽救嘅後果。可能你會問，一個正常人就算衝動跟咗大隊去做壞事，事後一定會有一啲愧疚同埋懊悔嘅情緒，但係點解仲會一條路行到黑嘅呢？呢度咧就涉及人類另一種好微妙嘅心理啊，
認知失調。當我哋做嘅行為同價值觀有違背咧，內心係會極度不安嘅，於是人就會設法令兩者重新一致。大多數人嘅做法唔係去認錯啊，而係扭曲自己嘅諗法去合理化行為，試圖努力為自己嘅惡行塗上正當嘅顏色。納粹德國成日將猶太人比作成老鼠、曱甴，目的就係令到執行任務嘅軍警相信自己唔係喺度殺人，而係清除害蟲。當一個年輕嘅士兵初次射殺手足無措嘅平民，佢嘅良知當然會刺痛啦，但同時佢會不斷同自己講：我殺嘅係壞人，佢哋害我嘅國家在先。透過呢啲理由嘅說服，每一次佢再殺一個人，內心嘅動搖就會減少一分，因為佢已經將邪惡美化成正義。好多滔天暴行嘅加害者心入邊其實都認為自己係行善除惡嘅，呢一種認知扭曲，聽落去好諷刺，但係真實存在。人類跟隨邪惡，往往都係一個漸進嘅過程，從一步細壞開始，慢慢越踩越深。冇人會第一日就係良知泯滅嘅，但係咁多重心理力量夾擊之下任何平凡人都有機會被推向邪惡嘅深淵，從中令到我哋隨波逐流，服從就令我哋盲目聽命，責任分散會麻痹我哋嘅內疚，而認知失調嘅合理化更加會將我哋越推越遠。一念之差變成萬劫不復，所謂養惡成魔講嘅就係呢種步步陷落嘅過程。喺呢個節目入邊分享嘅機制，並唔係為啲罪犯開脫，反而係要提醒每一個人堅守良知係需要極大嘅勇氣同埋自省嘅。當你發現自己開始為錯誤去揾借口嘅時候，一定要敢於承認。邪惡嘅滋生往往都係源自於善良嘅沉默。如果每個人都肯喺關鍵嘅時刻發聲踩停架車，世界上有好多悲劇本來係可以避免㗎。